百无一用是书生。这是一句曾经在古老传统的客家社会里所流传的一句话。然而曾几何时，在米农的客家小镇里，却还保有着客家文化中特有的传统，这就是对于文字与纸张的敬仰。一个按照金丝体，在俺们米农有西错金丝体，一看到见那睇一个高矮偏压的地方，做一个金丝体做嘛嘅喏？我头摆有一个像梁的人个啦，梁启光，伊还能担头去酿竹丝、酿牛丝，去做皮料法国都讲那个纸，因比酿那个牛丝大方啦，冇得竹丝啦，酿嘛睇个咧，伊都尼去甲法国都讲那个对那个文人，佢像冇尊敬文人，安尼个感觉啦。嗰个对那个有一面讲头摆人按辛苦研究制作那个纸张出来，本日的图书人按方片有瑕疵结果呢，那个纸张亚麻这个牛丝、竹丝行，佢像冇尊敬到文人，按过呢又冇爱惜纸张，一个人爱读书佢难得。一经济爱好，又爱向心上高，所以呢，应该要好一啲保存起来。既然那个唔可以好，也唔好讲嚟南山跳嘅，应该一个故事，应该要好保管，安尼样创造。所以呢，而法国到安尼过后呢，又发起一个运动，号召大家人，讲字呀，冇南山跳那10分冇用嘅字呀。集中起来一个素材手，唔同一个一般嘅每个东西一个废弃物啦，冲下手，安尼讲表示对一个文人冇尊敬安尼嘅意思。所以因为有一个金丝体，之所以因为错那个东西呢，都可能都米农当地一个素材，当时会从事文教啦，因为讲读书。因为出现按那个意思也许很矛盾，但我想那是咱们客家祖先对于古人造纸造字的一种尊敬与感恩吧。毕竟对当时的环境而言，由于纸张的取得不易，更因为教育的不普及，文字对于老祖先们来说是神圣的，因为他们真实的记录了一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最头摆，俺们汉人代咧。就黑拉提啊嘞，不所以讲体解，让我黑拉提啊喏，也顺便就含那个米农河，用水个方便呐，头摆冇酱，洗，用水都可河八方的水，很多逐水草而居啊，全世界的人，一个那个最早有黑人的素材，就喺条水身边呐。对了，会头摆最老年，两片都上架上点。老街，一条老的街，原本商家林立的繁华景象，虽然早已不复存在，可是对于曾经经历过那一段光荣历史的街坊邻居们来说，总会提起那段值得细细品味的年少时光。而老人家的心里，美浓镇永安街永远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第一格。俺们也这个很多米农的后来，也这个太多树头摆一块都火房屋，一块都俺们传统的火房屋，人台按旧的都挂拆黑的呢，都改个现代的火房屋，实在该出得按呢保留的屋的一块还有保留下。时代的变迁，如今老街也静悄悄的躺在那属于他自己的地方，看着人潮散尽，却散不尽那特有的客家风情，永久保安的永安街。